翻嚟節目時間，先同大家咧跟進翻嚟第一節咧，講世貿咧係裁決咧中國限制資源出口有個決定啦，咁佢哋就係裁定咧中國呢一個限制資源出口咧係違規嘅。我哋會同大家咧繼續跟進住中國咧嚟緊咧會唔會上訴嘅嚇。我哋講翻呢一節咧，我哋有話題啊。嗱，潮流咧興講 3D 啦，網上咧我哋大家睇戲睇 3D 咧，玩機咪玩 3D 啦。嗱，網上咧就形容咧而家其實好多先進國家咧都係採用咗 3D 嘅理財哲學。嗱，究竟咩 3D 咧？都係即係只不過講3個英文字母啫，唔係講啲咩高科技嚇。咁啊，3D 咧分別就係 deficit 啦，財赤 debt 國債同埋 default 債務違約啊，呢個 3D 嚇。咁啊，呢 3D 究竟係而家呢啲國家係點樣運用呢 3D 財技咧？財技呢啲唔係財技，呢啲係即係哲學理財哲學。呢啲唔係，亦都唔係理財哲學。呢個唔係財技，呢啲咧就真係一個管理不善嘅連鎖反應嚇。咁頭先你即係裁定咗中國呢個喺呢個世貿嗰個輸咗啦，係咪啊？咁即係我就。即係中國咧，我奉勸一句就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，自己真係要自強不息。好啦，政府理財不善，財赤梗係自然會出現㗎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歐盟咧雖然有馬城條約限制，喂你哋啲budget deficit 即係財赤預算咧，就唔可以超過 GDP 嘅3%。咁但係你睇下啲先進國嗰啲財赤，嚇死你喎！嗱，英國咧14.2%，愛爾蘭咧就13%，爆晒燈喎！美國咧就11.9%去到12%，法國8.2%，日本都7.6嗰頭，意大利算佢叻㗎啦，5.16%。德國最叻啦，4.39嚇。咁佢長期咧都維持住財赤呢個情況咁啊，當然啦，佢哋嘅債務咧或者國債咧都會越嚟越多嚇。其實馬城條約咧都會有一個要求嘅，就係要求啲國家啦國債佔 GDP 咧要控制喺60%。佢哋咧好多國家一樣都係做唔到㗎。我哋可以睇睇呢啲即係數據啲資料啊，嚟自 IMF 㗎。咁啊，日本咧其實而家國債佔 GDP 咧其實係2倍幾啊，就225%。希臘咧有成1倍3啊，至於意大利呢個國債佔 GDP 咧有1倍1咁多，美國咧都有92%嘅，至於德國咧稍微少啲，但係都有74%。咁究竟呢一個國債越滾越大，究竟點收科咧？國債越滾越大，如果以個人嚟講，得3條路啫，係咪？一係就破產，一係就走佬，一係就自殺，係咪？但係國家唔可以，佢越碌越大，面對債務違約，債務違約嘅考驗啦。嗱，希臘違約危機未除，而家輪到咧美國有機會違約，咁有幾個嗰啲評級機構都已經喺度警告緊佢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債務違約嘅定義咧，本來其實好簡單嘅啫。咁但係大家都喺度玩緊嗰啲所謂嘅文字遊戲嚇。咁啊，債務違約其實叫做 true default， 即係實質嘅違約。咁啊，國家冇辦法償還債務，咁你咪要 default 咯。咁呢個咧一 default 就信用破產，信用破產就俾人哋調低你嘅評級啊，梗㗎啦。咁如果你冇辦法調低評級之後，如果你違約咧，你亦都冇辦法喺公開市場裏邊或者係國際嘅市場裏邊融資啊，咁啊加速咧政府嘅破產，咁你嗰啲國債咧就變咗廢紙嘅啊。咁啊，但係對於嗰啲仲有償還能力嗰啲國家係點咧？喂，周轉下啦，係咪？咁周轉下點啊？周轉不靈咧，就佢哋咧就叫做 technical default，即係話咧技術嘅違約。咁技術嘅違約咧就你各自表述啫。標普咧就話技術違約叫做選擇性違約，就叫做 selective default 嚇。咁咧就惠譽咧就叫佢做 restricted default， 即係叫做有限度嘅違約喎嚇。嗱，呢個技術違約其實美國咧都行緊呢條路㗎。咁其實佢哋嗰個技術違約嗰條路咧點行出嚟咧？可以同大家咧係整理一下佢條路嚇。嗱，8月2號嗱，如果咧美國仲未咧上調到發債上限咧，惠譽會點做咧？惠譽咧就會話將美國咧就擺入呢個負面觀察名單，標普咧就會話美國咧進入呢個選擇性違約嘅狀態嘅。至於去到8月4號啦，300億嘅短期票據咧，到時咧到期仲未還嘅話咧，惠譽就話美國嗰啲相關票據咧就會即降4級㗎啦，咁去到 B 加級。換句話講咧就係垃圾級別。標普就話相關嘅票據咧就會降到 D 級到垃圾級別嘅。咁其他國債咧亦都會陸續降級嘅。去到8月15號啦，非常之關鍵啦，咁就係美國270億長債同埋250億債嘅短債咧，就係到期未還嘅話咧。
美國咧就惠譽方面咧就會話美國係進入有限度違約嘅狀態，咁所有美債咧都係降至到 B 加級嘅。往常去到8月15號，真係如果係根據呢一條路咁樣行嘅話咧，而家共和黨同民主黨咧傾嚟傾唔掂嗰個發債上限，會唔會真係有少少係玩大咗咧？唔係玩唔玩大咁，大家為利益而去爭持嘅啫嚇。咁如果即係共和黨同茶黨佢哋咧就覺得，如果你可以係盡快去提高嗰個發債嘅上限咧，咁你就可以脫離咗技術性違約，咁恢復翻嗰個評級，咁你對金融市場咧就唔會構成太大嘅影響。不過有分析認為咧，就算美國只係技術性違約咧，美國嘅債市咧都會損失去超過1000億美金嘅。咁啊，仲有其他嘅連鎖效應咧會發生喎。第一，你嗰個 CDS 嗰度嗰個賠償嗰個爭拗點係咩？究竟係技術性違約啊，定係限制性違約啊，定係咩違約？究竟邊點先至係違約咧？大佬賠定唔賠啊？係嘛？咁啊，美債嗰個價格咧就實係跌㗎啦，因為你技術性違約，咁啊息啊升啦，咁啊即係你美債變咗抵押品咧，又會大跌喎，會唔會引嚟另一次信貸嘅個緊縮咧？係嘛？仲有你利率升嘅時候，你股市係咪大冧咧？係嘛？咁仲有你債務風險較低嘅國家嗰啲係咪成為避難所？咁嗰啲瑞郎啊、瑞典克朗係咪係咁飆上去咧？商品價格係咪急升咧？因為商品價格攞嚟對沖你貨幣貶值㗎嘛，全部都用美金嚟做交收，咁啊即係好大問題㗎噃。嗱咁希臘其實都面對同一個問題，咁但係歐洲央行就話咧，只要3大評級機構咧未一致宣布咧希臘違約，都會繼續係接受希臘國債作為抵押嘅。咁究竟美國呢一啲政客咧係咪都繼續咧係選擇搏一搏咧？選擇去到時都唔肯上調嗰個發債上限？嗱，政治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嘅。我估計咧佢都一定係攣到最後一刻嘅，信唔信由你，到時睇下點樣啊。OK， 咁到時咧會同大家睇住個最新情況嘅。嗱，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啦，聽晚先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